各位歡迎嚟到集英會社。嗱，美國同埋以色列攻打呢個伊拉克咧，咁唔經唔覺就超過1個月嘅時間啦。咁而家個戰況咧就處於膠着嘅狀態啦。一方面，美國 Donald Trump 咧就不斷大聲叫公開咁樣叫，就話喂，伊朗你好嚟談判咯，你快啲同我傾咯。如果唔係我繼續咧，係會炸到你咧即係咩都冇嘅喎，成個國家。但另一方面咧，伊朗咧革命衛隊佢哋呢班人咧就睬你都傻，就咧我唔埋台傾啊。點解啊？因為我而家握守住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我以卵擊石我控制咗全世界石油供應嘅1大半，我係唔俾啲船過，你奈我唔何。咁而家呢個情況咧就處於膠着嘅狀態啦。咁其實點解當初 Donald Trump 就會行呢一步棋咧？嗱，我哋睇翻咧，其實過去呢40幾年咧，自從1979年呢個伊朗革命神權政府上台之後咧，其實一直咧就係為成個世界或者西方世界啦，尤其係美國啦，就帶來好多個煩惱啦近呢10幾20年咧，伊朗嘗試咧係做呢個核武，咁威脅咧更加大。其實咧我諗特朗普之前咁多任嘅美國總統咧，都係好想解決伊朗呢個問題噶啦。咁但係點解要等到 Donald Trump 呢一任嘅總統佢先下呢個嘅毒手即係去搞掂呢個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咧？係咪真係好似特朗普咁咁講話？喂，佢前任嗰啲嘅總統，美國總統全部都係廢嘅，都係無能嘅全部都係咧呢個得過且過苟且偷生嘅只係得Donald Trump 我本人咧，我最威，我最有呢個膽識。即係你知啦，好多香港 KOL 咧都係咁樣睇Donald Trump 噶嘛。咁事實上係咪咁咧？嗱，呢場戰爭到今時今日，大家就提到點解之前歷任嘅美國總統都只係採取即係對伊朗採取一個即係我同你傾啦一個安撫嘅策略咧，就係知道伊朗係哥利亞。雖然我美國呢個大衛，我係大佬，我喺呢個軍事方面絕對係可以即係對付伊朗綽綽有餘。今次睇到啦，係嘛？短短即係24小時之內就可以呢個擊殺哈梅內伊同埋佢好多嘅伊朗政府嘅高層。今日打咗40幾日啦，呢場戰爭我哋聽美國咁講，就係話喂，伊朗好多嘅高層都係俾呢個嘅美國嘅炸彈係擊殺咗噶。咁但係點解伊朗仲未伊朗呢個神權政府仲未倒台咧？咁其實我相信咧，即係 Donald Trump 同埋以色列最初嘅盤算就係咧，佢殺死咗哈梅內伊之後，就會咧引發國內嘅伊朗嘅人民咧起嚟革命，就順水推舟就推翻呢個伊朗呢個極權政府。因為本身大家記得1月嗰時，其實全國喺伊朗全國都係有好多嘅市民起來反抗噶嘛。咁但係個結果就係據說啦，伊朗政府當時咧係殺咗即係幾萬啦，有啲人有啲數字就講10幾萬甚至幾十萬嘅伊朗人啦。總個數字我哋就或者永遠都唔會知道啦。咁嚇怕咗伊朗人，所以今次咧，就算美國同埋以色列咁樣去轟炸伊朗法咧，啲人民咧都唔敢起來反抗。咁結果咧就嚟到今時今日呢個地步啦。伊朗政府、伊朗神權政府係繼續掌權，而根據一啲國內嘅消息顯示咧，就其實佢哋伊朗嘅革命衛隊咧，反而而家咧就真係奪咗權添即係所以令到伊朗嗰個嘅立場咧係越嚟越咧係激進嘅。咁當初 Donald Trump 其實大家會睇得到咧，就係佢其實喺委內瑞拉
可以閃電咁樣去活捉呢個馬杜羅去紐約去受審，就係令到 Donald Trump 咧個心紅咗。咁而以色列總統首相納坦雅胡咧，亦都係睇到呢個時機，就去慫恿特朗普，就話喂，而家呢個係好時機啦，Donald Trump 就係我哋做件大事，一齊做件大事，就趁而家伊朗橫掂佢都係亂開，我哋就一不做二不休，將呢個哈梅內伊殺咗佢，就咧可以去鼓動伊朗嘅人民咧起來咧，就推翻呢個政府，呢個神權政府。對以色列嚟講咧，其實呢個算盤咧係會打得好響嘅，因為以色列就係受咗伊朗幾廿年嚟嘅威脅，只要伊朗嘅政府係就算佢唔係真係倒台，好似而家咁，佢都七勞八傷，其實對以色列咧係一個好好嘅結果嚟嘅。咁但係咧，對美國嚟講係咪咁咧？嗱，而家特朗普就不斷喺度講，就話其實咧佢呢場戰爭咧，即係佢哋嘅目的就唔係話要去推翻個政府嘅，只係咧話唔係啊。如果我哋唔出手先咧，伊朗咧就會做得成呢個嘅核彈噶啦，有核武器噶啦，就會咧攻打呢個美國，攻打呢個歐洲噶啦咁。但係其實大家係咪仲會記得？其實喺舊年嘅6月，一年都冇個時間喎。舊年6月啫，美國亦都係嗰時係聯同以色列係空襲呢個伊朗。嗰時特朗普就出嚟講就話：喂，佢係已經係殲滅咗呢個伊朗嘅可以製造核武器嘅設備噶咯。嗰時舊年6月咁講嘅，而家3月又講過第二套說話，又話如果我唔攻打，我哋而家唔出手先咧，伊朗就會做得成呢個核武。咁究竟美國總統你講嘅邊句真啊？咁其實咧，大家睇翻咧就係佢係因為唔能夠失敗咗啦，唔能夠係推翻，唔能夠係拱冧呢個伊朗嘅神權政府，佢知道係做唔到啦，所以而家咧事後咧就再揾個理由出嚟講，就話堂而皇之嘅理由啦，就話喂，佢有核武啊，我哋出手先啊咁。但係其實佢呢個說法咧，就係俾佢哋自己美國嘅情報部門咧公開出嚟講話冇呢件事。其實佢哋自己美國嘅情報官員咧係喺國會嗰度都講，就話睇唔到有呢個伊朗有呢個即時嘅核嘅威脅嘅。咁所以即係 Donald Trump 呢個大話咧，其實咧不攻自破。不過佢而家就只有咁講啦。如果唔係，佢都唔知用乜嘢理由嚟去解釋佢點解要當時出手。而家係要令到咧呢個世界咧差唔多同佢陪葬咁滯啦。因為咧啲油價不斷升，亦都係睇唔到咧呢個戰爭咧係可以點樣解決嘅。當然咧，特朗普咧佢一貫嘅即係處事手法就係咧攻就係自己攞啦。如果有鑊啦，當然就係人哋嘅責任啦。好似今次伊朗佢封鎖咗，實際上封鎖咗呢個霍爾木茲海峽。美國 Donald Trump 軍方佢哋美國軍方都知道根本係冇可能咧係去可以開通翻呢個嘅霍爾木茲海峽嘅。咁所以佢就 Donald Trump 都唔蠢喎，佢以為自己好醒喎，佢就話：喂，你哋北約好嚟幫手啦，幫手開翻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啦！你哋唔嚟啊？有冇搞錯啊？你哋咁細膽㗎？你哋咁無能㗎？你哋全部都係懦夫嚟㗎咁。我反問一句啦，咁如果係你美國咁勇敢嘅 Donald Trump，你咁即係你咁型啦，係咪？你咁掂啦，點解你又唔？點解美國嘅海軍又唔做咧？咁就係因為大家都知道，喂，伊朗就在暗，你哋又在明。如果有邊個西方
嘅軍艦係去護送嗰啲遊輪、運油輪穿過呢個霍爾木茲海峽嘅，好容易就係俾伊朗嘅炸彈就攻擊啦嘛。個道理就咁簡單。點解北約咁多個國家，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全部都唔肯制咧？就係大家都知道，喂，係做唔到噶嘛。如果咁易做，Donald Trump就話好簡單啫喎，點解你唔做啊？咁簡單，咁點解你美軍又唔做咧？係咪？而家美國同埋以色列就繼續呢個空襲呢個伊朗啦，咁亦都有大量嘅美軍就係團駐咗喺中東嗰一帶啦。咁唔知美國係咪真係會動用呢個地面部隊去入侵呢個伊朗啦，去攞佢嗰個核嘅原料啦。咁但係就算真係俾你可以推得翻到呢個神權政府都好啦，其實今次美國同埋以色列喺伊朗所做嘅事咧，其實我可以講就係已經係種下咗，再深深咁樣種下咗伊朗一啲激進分子對美國仇恨嘅種子。就算我今次美國同埋以色列真係好彩可以推翻到呢個伊朗嘅神權政府都好，可以去真係完全摧毀到伊朗呢個嘅核嘅能力都好，都係只係一時嘅啫。因為伊朗係會睇得到，佢哋俾美國可以俾美國咁樣去攻擊法，就因為佢哋冇呢個核嘅武器，就係佢哋唔夠強，所以就可以俾呢個美國同埋以色列咧就咁樣去蹂躪法。其實呢件事只係會激起到咧伊朗反抗嘅心。其實我可以咁講啦，喺十年、20年之後咧，其實中東嘅局勢係唔會因為呢場戰爭而好轉，係反而係會惡化嘅，絕對係會惡化。因為大家睇得到嘅，過去嗰幾十年，雖然伊朗係不斷做好多嘅滋擾啦但係佢都係有一個嘅有分寸啊，可以咁講。佢唔會玩串個 party，因為佢知道佢玩串個 party 對佢都冇好處，係咪？但係而家佢冇嘢輸嘅咧，佢冇嘢輸，因為你美國已經咁樣去整佢啦嘛，係咪？咁樣去對付佢啦嘛，而你咁樣去對付佢，其實伊朗其實只係會激化到伊朗人民嘅反美嘅情緒。